過大陸海關已經唔再需要攞回鄉證出嚟啦。因為由11月5號開始，內地嘅多個口岸已經實施咗刷臉嘅智能通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哋睇 Carrie 啊，又有嘢同大家 update 啦。咁就直情你唔需要攞回鄉卡出嚟啦，係啦，咁就淨係望住個 screen，跟住之後就會顯示到即係個通過度就顯示到你嗰啲嘅資料啦，你嘅個人資料啦，跟住就可以過第一個閘噶啦。咁但係過第二個閘咧都仍然係需要用指紋嘅，係啦。咁但係以唔需要攞張回鄉卡出嚟就已經係非常之方便啦，係咪？咁即係話其實嚟緊咧，我哋係兩張證件啦，身份證同埋回鄉卡都可以唔需要拎出嚟，咁就已經係可以過到關咁樣咯，係啦。咁就係非常之方便。咁但係我都係強烈建議，即係成日咁講，事實上咧，你係必須要帶備喺身嘅，係啦，就無論係身份證定係內地嗰個即係身份證同埋回鄉卡，你都係要帶備喺身嘅，係啦，呢個係佢哋係規定嘅，因為唔知道有冇時可能失靈啦，又或者可能有啲咩特別需求嘅時候係需要你出示翻，咁所以係你必須要帶嘅，只不過你唔需要拎出嚟嗰下，就方便咗好多咁樣，係啦，咁同埋加上啦，而家如果內地關只不過係啱啱新用㗎嘛，咁你知新用有機會可能有 bug 啊，或者係可能未必咁暢順咁樣嘅時候啦，咁所以大家都係必須要帶住喺身嘅。咁但係大家都可以試下呢一個嘅新功能啦，咁就會方便大家好多噶啦。